最近幫老友睇樓，挖到個超級懂生活嘅寶藏樓盤，真心唔想大家走寶啊！咁喺中山居然仲有一種得房率約140%嘅盤，約60平方係屬於冇計面積㗎，買150平方可以享受200加嘅一個平方，花少錢直接就住出大平層嘅感覺。仲有依家整個中山石岐首創禪意式嘅園林，綠植環繞，晨運遛灣就好似浸喺我哋私家花園咁。關鍵佢嘅戶型仲係我哋光月灣之後絕版嘅戶型。規劃就再都唔會報批噶啦，70平方嘅無柱佢廳真係超級驚艷。廚房到客廳呢度全部都係冇遮擋嘅，阿媽煮飯轉個身就可以見到小朋友喺度玩啦，唔使日日咁樣扯住晒喉嚨去喊人。咁週末約埋啲朋友喺呢邊 BBQ 10人長嘅一個大長台擺落喺度都係冇問題嘅。咁大人傾偈，包括我哋細路仔喺度運動。喺住家嘅呢個熱鬧同煙火氣呢度完全都可以滿足得到你。50平方嘅一個6米超空空間真係超貼心啊！3代同堂呢個位置可以改成一個雙套間使用嘅。咁阿爸阿媽中意啲曬太陽啱好喺南向去滿足到。咁樓上嘅嗰個位置係屬於我哋嘅一個空間，咁樣既方便翻我哋照顧，又可以滿足到隱私唔會疏離。如果喺2人世界就可以整成我哋嘅一個影音娛樂室，因為呢邊都已經係一個套間進行使用噶啦。40平方嘅主臥加衣帽間係女主人嘅至愛。咁大床呢兩側佢嘅過道夠晒闊。獨立嘅一個衛生間，帶埋我哋嘅大浴缸，泡個澡，洗去我哋呢個疲勞。南向推窗，即刻見到園林，朝早俾太陽曬醒嘅感覺真係超舒服。咁喺客廳呢個位置會有一個贈送嘅空間，你可以改成一個依家目前咁樣嘅書架啦，都可以改成一個書房。咁辦公做功課都唔怕打擾嘅。特別好似如果你屋企多嘅，改成儲物間都冇問題，其實永遠都會齊齊整整咁樣。全南向嘅一個朝向做到南北對流可以睇到佢呢一個對流嘅一個戶型落雨天、梅雨天唔會怕潮濕啦，包括我哋夏天都會好通透。棟嘅一個樓距都會十分之闊落，戶都唔怕有到遮擋喺度嘅。唔係講噱頭，呢個盤真係懂生活，每寸嘅空間都可以為我哋屋企人舒心咁着想，住得自在，家人舒適先至係安家嘅意義。近期想置業嘅老友一定要實地睇下呢一個絕版好盤啊！